后来垦丁哦，那游客真济，阁有几啊十班的正水港仔妈妈准备要去海底放卵哦。也毋过，这座放卵的路程，定定会造成真济性命的损伤。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伫生团的高峰期，初8到初10这3天哦，就来进行交通管制，好让200只的港仔过车路平安去海底放卵。车拢暂时停伫路边，志工夜白仔宣导，这是恒春往垦丁的大条路第26号。逐年旧历6月到10月是垦丁正水港仔生团的高峰期，尤其是15月2日数量上济。因为前几年落沙的状况严重，影响到港仔的数量，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只好进行管制，避免落沙搁发生。三交湾那一区的毛竹这个物种，它应该是全台湾的它抱卵体型是最小的。这个就是一个警讯啦。这个时段是只是针对毛竹这个物种去做设计的，因为这个物种它体型最大，然后它最容易观察到，所以长期以来它的数据，它的那个迁徙的周期最完整，它在哪个时间点最多，大概都很清楚。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对8月开始，伫第26线金蕉湾到沙岛路段展开300个管制，交通管制伫旧历6月至8月15、16、17 3天暗时实施封路，10分钟通行一摆，缩减外车道。8月这3天就护送201只港仔妈妈安全过路，互因顺利到海底放卵。这3天大致上都是算顺畅，也谢谢居民还有游客的配合。那这3天的成果有护送的201只毛竹岩啄蟹的抱卵母蟹到海边去试幼。自从设置的护蟹廊道之后，从原来的7、8成陆沙力降为现在的2成的陆沙力。除了交通管制，管理处嘛呼吁民众，若有看到警示的路牌，驶车就要减速，提供正水港仔一条安全的路。伊嘛讲，若发现有人偷掠港仔，也是破坏车地，也要通报警方，大家做伙守护海岸每一条生命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